準備過嚟越南玩，但係糾結緊第一站去邊度好？河內、峴港定係胡志明？啱好南哥三條線都有做，今日同你一次過講清楚。首先講下胡志明市，人稱東方小巴黎。如果你中意充滿活力嘅都市節奏，胡志明市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。呢度咧係越南經濟中心，無論係打卡地標粉紅教堂、中央郵局，定係邊走邊食地道扒、法式麵包，甚至報個短期越南語課程，沉浸式體驗2-3日時間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呢座北眠之城嘅多元魅力㗎。跟住就到峴港啦，想要陽光海灘、輕鬆度假。峴港擁有全越南最 top 嘅海岸線，美溪沙灘、巴拿山、山茶半島，處處都係打卡熱點。如果你中意一邊睇海一邊享受慢生活，揀峴港就冇錯啦。再想講河內千年文化心臟，作為越南首都，河內保留咗更濃厚嘅傳統氣息。你可以喺還劍湖上同當地人傾下偈，亦可以捐入橫街窄巷品嘗地道河粉同雞蛋咖啡。值得一提嘅係，越南北部對中國遊客態度友好。如果你性格開朗，識得同人交流，話唔定轉角就遇到段有趣嘅異國情緣㗎。3個城市，3種性格，你更想去邊個？話俾南哥知。